留言究竟真定假？蔡醫生話你先知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又回答一個問題啦。上咗年紀係咪唔可以種牙？呢個點個何謂上咗年紀？60、70、80、90其實呢個問題今日簡單啲講年紀大咧，同呢個種唔種牙係冇關係，反而係乜嘢咧？係你身體嘅基礎問題。譬如咧有糖尿病、有高血壓、有骨質疏鬆，同埋有腎病甚至乎其他嘅身體重大器官嘅問題。呢個就算你20、30歲、40、50歲，你就係青壯年時間咧，你都要好小心、好謹慎。醫生都要通過你最基礎調查你身體嘅問題之後咧，覺得你唔適合種牙，唔係你就唔好種牙。反而係咧70、80、90，佢身體好冇咩基礎問題，咁你係可以種牙嘅。咁蔡醫生喺呢度講翻一個最大年紀係88歲，當日係中咗4個釘。呢個係應該係5、6年前嘅事。而家呢個客人咧已係90幾啦，每年都要過嚟覆查一次。蔡醫生都幫佢仔細檢查，佢係好好讚下呢個阿林伯，佢咧好易有咁嘅好牙齒，可以食翻自己開開心心。雖然年紀好大，但係咧生活質量都好高嘅。